Hello YouTube 嘅觀眾，3月初已經提大家留意，自從8月份做咗一個24242 Second Impulse 嘅起點之後，3月尾分別用針測試過，2次都冇事，推返上去。一整條影片我哋睇細少少嘅框架，可以仔細睇一睇呢幾個 BOS 同 CTS 同埋裏邊嘅一啲 internal 走法。一個星期行咗好多步出嚟。1月尾做咗個28172之後，成個第一季跌到落3月底最低係24178，足足跌咗接近4000點，14點幾%。4月份火速飛彈，收復翻2400幾點。10點幾%。1個月前喺 Telegram 同我嘅學生們做咗個統計，由1987年回測到2025年39次 data 入邊嘅4月份，量化數據話俾我哋聽，有6成6以上嘅機會4月份係會做好嘅。Technical 加 Quant 再加 Macro 因素，全部一次過帶動。So far 4月份係錄到一個非常唔錯嘅整數表現。陣間我哋都睇睇我哋嘅市場同一啲重要嘅均線嘅仔細結構啦，每一步話俾我哋聽，幫我哋 lay out 嚟緊有機會嘅 option 1、2、3，打穿咗嘅話，就會帶領我哋行清晰嘅方向噶啦。同埋睇睇我哋今次嘅 detour 同上次10月份嗰個 detour 有啲咩唔同，要比上次要做多一樣嘢，我哋先至可以叫做穩陣啲，冇事啦。以下嘅影片全部都係技術分析嘅分享同埋教學用途，並唔係任何意見。各位做決定之前，請自行做足功課同埋風險評估，完全 news driven 啦。政策帶動之下呢，今年頭4個月同舊年有冇覺得個劇本熟口熟面啊？又係喺第一季嚟一個 correction， 跟住迅速反彈。道指嘅話由2月份嘅高位至3月份最低位咧係跌咗5500幾點，10點幾%。4月份收復翻4800幾點，升翻10點幾%。佢係3個指數裏面唯一一個仲未升穿前高嘅指數啦。納指1月份高位至3月份低位跌咗3300幾點，12點幾%。今個月份收復晒再升突啊！一口氣升咗3900幾點，17點幾%。過往連續3日都做緊 all time high。標普同納指嘅情況咧非常類似啦，由高位跌到低位，回咗690點，跌咗9點幾%。4月份亦都係收復翻所有失地再升突 ，total 升咗830幾點，13點幾%，亦都係連創3日 all time high。有興趣美股 quant data 嘅朋友咧，今個星期必定要留意啊，因為無論今次呢一個反彈嘅升幅啦，需要嘅時間啦，同埋中間做咗一啲非常罕有嘅表現，過往幾十年裏面發生次數少之又少。今個星期會帶 Patreon 會員一齊睇一睇呢一類嘅量化數據，對未來短中長美市嘅 projection 極為緊要。quant data 已經喺過往1年裏面已經證實咗俾我哋睇，準程度非常之高。1年前嘅 V 彈我哋捉到，今次亦都係。當然唔少得我哋會睇其他經濟數據去做量化分析，從方方面面入手幫你分析美股嘅走勢。好啦，翻嚟我哋市場先啦。首先開咗2條重要嘅均線線，呢條係200天啦，呢條係250天啦。3月份2條都跌穿晒㗎。不過4月份2條都收復晒啦，現時支持位喺258同埋252，淨係睇今個星期嘅表現就由255升咗上266，一行咗千1點，4點幾%。喺仔細睇市場結構之前呢，每個月都必須睇一睇呢套 Capitulation Indicator 築頂築底嘅指標啊。之前好多條片咧都將我哋現時嘅狀況咧同03至07年以及16至18年作一個 reference 啦，兩個情況咧係完全唔同嘅。今個星期喺 Patreon 會員延續版影片 Part 1裏面，會同大家睇一睇我哋現時嘅情況係似03至07啦，定係似2016至18年嗰個多啲啦。除咗頭先提到嘅 Capitulation Indicators 之外啦，延續版影片裏面仲會用3個時間框架嘅4度空間啦、雲圖啦同埋 GC 同大家攞一啲點數嘅 projection。上個星期影片用呢3個 indicator 提到嘅一啲點數或者走法咧，今個星期已經行晒出嚟啦。今個禮拜又會俾另外一批功課佢下個星期去完成嘅。另外好似頭先咁講啦，關心美股嘅朋友啦，會有 quant data 量化數據啦。另外今個禮拜會再 update 翻呢個 QQQSPY 啦，以及新介紹一個大家要留意嘅 CTA data。有興趣嘅可以過去 Patreon 7天免費試裝2級課房。1月初我哋做咗個28172。當時就框住咗喺呢一 pair 嘅紫色線嘅 range 入邊啦，跟住喺2月尾做咗個 BOS 破壞咗之後咧，當時嘅新框架就係綠色線271至247。3月份外圍消息再跌多一格，做咗個跌市嘅 confirmation， 終於喺3月底做咗個 local low 喺24178。自此以後咧，我哋就行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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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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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而最近嘅一 pair 紅色線 range
241至262咧，更喺今個禮拜升穿埋，做咗一個倒轉嘅 BOS， 將呢一個跌勢破壞，行出第60步出嚟啦。咁裏面都有好多 internal 嘅結構嘅，譬如喺紅色 range 裏面咧，過去呢幾個星期咧係行咗 high high low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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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今個星期做咗紅色 range 嘅 BOS 之外咧，亦都做咗一個 internal 嘅細 range 嘅，原本喺264至260啊。不過一經琴晚海峽一通翻嘅消息一出咧，除咗有係跌之外咧，所有嘢一齊拉升，所以琴日亦都破壞埋 internal 嘅結構。暫時 internal 淨係得個底喺26030， external 都係得個底25523。無論 internal 同 external 上面嘅 range high 咧都係未出現嘅，出現咗第一時間喺 Patreon 同埋 Telegram 通知大家。我都想講多少少啦，10月至1月咧行咗一個 detour 嘅，兜咗路嘅。記得24年1月我哋用 capitulation indicator 嗰個指標捉咗個底之後咧，佢一路攀升爬咗2年幾咧，都係行緊唔同嘅 CTS 啊。行到第5個嘅時候咧，當時嚟咗一個 BOS 啊，破壞咗連續5口嘅 CTS。喺當時嚟講，2年幾以嚟第一次做結構嘅破壞。幸好佢始終冇打穿到呢條橙色嘅 low range 底部，只係喺裏面做咗一啲 internal downtrend、uptrend、downtrend 同埋 uptrend， 終於喺1月份嘅時候打穿埋橙色線嘅 range high， 終於做到第6次 CTS。禮收做埋28172嘅暫時 local high。不過今年第一季咧又嚟行到一次兜路啊！大家記得2月尾我哋又打穿咗紫色 range 嘅底啦，同呢一次一樣做咗 BOS。不特止啊，仲要跌穿埋紫色嘅 range low 啊！上次係冇跌穿橙色呢條 range low 噶嘛，今次紫色呢條咧好快已經守唔住，所以再跌多一格。3月份外圍不穩定因素再踩多一腳，連綠色呢條 range low 都穿埋，所以2026年呢一次 detour 兜路咧，係比上年第4季嘅兜路咧係再兜遠咗啊！簡單啲講，上次係由2樓搭 lift 落咗1樓。跟住上返2樓，仲去埋3樓添。今次喺3樓跌落嚟2樓，冇停，再跌落嚟1樓都冇停，再要落埋 lobby。咁所以今個星期咧，雖然消息做好帶動咧，我哋只不過都係由 lobby 上返1樓咋。記得我哋喺3樓跌落嚟噶嘛，所以其實我哋上面仲有好多嘢要挑戰㗎。睇結構除咗可以做 swing trade 之外，亦都可以幫到我哋做 day trade 嘅判斷。而 day trade 咧，我哋會加埋 TA bundle 呢一套捕捉大戶出手嘅 indicator， 以及揾翻大戶足跡嘅 buy order block 同埋 sell order block， 做我哋嘅每日框架，將範圍縮窄，唔再用啲滯後嘅數據帶領我哋做 day trade， 而係同大戶同步，睇到佢哋做乜，我哋跟住做。有冇盈利或者能唔能夠倍大盈利呢？個分別就係在於你有冇夠膽喺適當嘅位置出手。日日都係咁 mechanical 嘅操作啦。有 signal 話俾你聽幾時進場，只要跟住條藍色線夠耐力 hold 落去嘅話，喺邊個市場你都係贏家。一目了然嘅一套操作系統，每一步都有晒規矩俾你跟噶啦。無論入市、擺止蝕位以及離場位置，好 mechanical 咁一步一步跟住做就得噶啦。完全撇除情緒，非常 no brainer 嘅操作。有工具、有 system、有規則可跟，可以幫到好多唔係好咁出手或者唔知邊個位應該切入邊度擺止蝕或者邊度平倉食糊嘅話，即係代表你而家手頭上嘅 trading 方法咧係未夠好嘅。所以如果你已經係交易咗一段日子，實際管理緊一筆6至7位數嘅資金，同埋意識到你係需要一套 trading OS operating system 嘅話，而唔係每日靠估下呢個位做嘢定唔做嘢。我喺下面 description 會放一條連結，係一條5分鐘交易結構檢查嘅影片，可以快速幫你確認一件事，究竟你而家嘅操作係每日做緊 refinement， 定係其實你不停喺度 rebuild 緊你個 system。搞清楚之後，再加埋知道你自己邊款 trader 應該用咩 time frame 嘅話，你就開始有一套 SOP。釐清晒以上講嘅嘢咧，你先係 trader 101。睇完5分鐘影片，你覺得你想進一步了解你自己可以點樣進步嘅話咧，跟住可以睇埋呢個70分鐘嘅 masterclass， 會仔細示範呢一套 TA bundle 嘅用法，同埋最緊要了解你係邊款 trader， 揀啱你嘅工具、你嘅 time frame 同埋你嘅市場。咁所有嘢咧就會事半功倍噶啦。跟住到保力加通道啦，之前講過啦，一個咁樣嘅跌勢，黑色中軸壓住咧，第一步就係要等佢變翻 flat 啦，第二步咧就要等佢勾翻上去啦。兩個重點佢都做到啦。現時嘅支持位係254，阻力位係266，再低一格嘅 lower band 支持位242。另外 EMA ribbon 啊，0.5 feet 反彈位咧，喺舊年 tariff 嗰轉嘅 quant data 咧已經同大家 prove 咗，如果佢能夠彈翻上0.5 feet 以上咧，
個 odds 係會靚啲嘅。咁港股呢方面咧冇乜呢啲 quant data 嘅，咁只不過借用同一個 concept 嚟睇嘅話咧，0.5至0.618呢個黃金 pocket 位置，咁大家都要仔細留意啊。點數261至266，現時8條 ribbon 雖然都仲係一個 bearish 嘅排序，不過咧由之前嘅斜落咧，而家開始做翻個勾翻上去嘅狀態。現時最高同最低嗰條線咧，只係爭百零點啫。而且好消息咧就係所有陰陽燭咧已經打穿8條 EMA ribbon 並企穩喺上面。而家最高嗰一條咧，現時喺25878。同過往2次 bearish 排序嘅 EMA ribbon 比較啊，例如俾翻1年前4月份，雖然跌到咁深啊，但係 EMA ribbon 扭咗做 bearish 排序嘅日子咧，其實得16個 trading day 啫喎。舊年年尾亦都短暫地試過扭咗做 bearish 排序18個 trading day。而我哋今次咧已經喺 bearish 排序30個 trading day， 仲未完嘅喎，因為我哋仲未扭㗎。清楚咗今個星期嘅市場結構咧，我哋就可以 define option 1 2 3啦。睇升嘅 option 1由24年1月升上嚟，行到第6個 CTS， 現時兜路啦。今個星期首次由 lobby 上返1樓做咗第一個 BOS 之後咧，繼續睇升嘅話咧，未來日子一定唔可以穿25523啦。下一步打穿前 swing high 27176，呢個係2樓啦，同埋上一次嘅 logo high 28172，即係3樓啦。咁到時就會做第7個 CTS， 我哋可以繼續上望上4樓啊。Option 2 range 嘅話咧，頭先講過啦，我哋淨係得 internal low 26030同埋 external low 25523，無論 internal、external 又好。range high 都係未形成嘅，下星期走到出嚟咧，會再同大家 update 啦。咁但係現時咧，我哋可以用前 swing high 27176做一個暫時嘅天花板先。Option 3睇跌嘅，由28172一路碌落嚟 ，lower low、lower high、lower low、lower high， 去到241止步啊，暫時 V 彈翻上嚟啊。但係如果睇跌嘅話咧，第一步跌穿 internal low 260、external low 255，同埋終極目標穿上次嘅 lobby 底啊24178，同埋之前講過啦，24242係一個好 critical 嘅位置，因為係由190升上嚟嘅 second impulse 嘅 checkpoint 啊，3月份嘅咁嘅消息都仲托得住啊。咁既然242頂得住咧，咁我哋就不如幫281至241呢4000點咧拉套 flip 出嚟啦。點數同埋 flip 位喺晒右手邊啦，包括0.236、0.382、0.5、0.618、0.764、0.854，同埋佢哋嘅點數啦。啱啱昨晚去到最高26652，正正就俾0.618嘅26648擋住咗。呢一圖就係我同學生們一齊用緊嘅 TA Bundle 指標啦。你會見到有啲鮮黃色嘅大回陰燭同埋鮮綠色大回陽燭啦，同埋下面嘅一啲 momentum 指標啦。睇到3月份呢條藍色線壓住晒我哋嘅陰陽燭之外咧，仲出咗好幾隻黃色嘅大回陰燭，一路帶領我哋由高位可以一路沽落嚟，直至3月28號呢條點點線做咗一個分水嶺啊！除咗有3月尾低位之後出現咗一個 higher low 同埋 higher high 之外咧，3月28號之後你會見到開始由黃色嘅陰燭轉為鮮綠色嘅大回陽燭，帶領我哋上翻條藍色線上面，一步一步咁收復翻晒3月份嘅失地啊！如果你有興趣想了解下呢一套指標嘅話咧，可以掃一掃呢個 QR code，即刻帶到你入去一個免費嘅 masterclass， 講解呢一套交易系統點樣可以幫助散戶 day trade、swing trade 或者 position trade 嘅決定。